Hello，大家好，我係 Angel。咁今次咧就想分享下五級樂理嘅考試。每一年暑假啦，學生咧都會爭取時間啦去考呢個五級樂理嘅。咁甚至乎而家咧就更加多大人都會有去考五級樂理啦。咁點解咧？因為原來皇家咧係有分1至8級嘅術科考試啦。咁1至5級咧係屬於初級，6至8級咧係屬於高級嘅。所以如果要考6至8級嘅術科考試咧，係必須要考一張叫做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嘅五級樂理。咁咧通常收到嘅通知啊信息咧都係話究竟五級樂理要學幾耐㗎？咁所以今次咧就拍一條片俾大家，咁等大家可以深入了解下我考五級樂理究竟要用幾耐嘅時間啦。介紹翻我自己先啦，從事音樂教育已經15年嘅啦。咁學生咧合格率咧係100%嘅。如何達到100%嘅合格率呢？咁之後我會再拍條片俾大家話俾大家聽個攻略係點樣嘅。五級樂理考試時間呢係2小時，75分滿分，50分先合格。好啦，入正題啦。第一部分呢係理解能力，咁每個人嘅理解能力都唔同啦。點樣知道自己嘅理解能力係 O 唔 OK 呢？其實上第一堂已經知噶啦。你會唔會將啲題目做啱大概70至100%？咁第二咧就係學習人數啦。小班教學咧，我認為最多咧都係4個人，咁適合咧理解能力較高同埋有準備嘅同學啦。單對單咧就適合一啲咧可以想獨自啦，問老師好多問題啦，譬如話一啲音樂分析啊，真係好想深入了解音樂理論啊，同埋將平時彈奏嘅樂器啦同而家你學緊嘅樂理咧融會貫通啦嘅同學咧，其實係可以單對單上堂咧，自己一個問清楚老師問題嘅。咁至於學習時間呢，坊間呢其實係1小時，但係我自己就認為呢係75至90分鐘，因為大多時間呢，其實我都想同學仔呢做多少少卷，同埋講真係要去深入分析嘅時候呢，你做卷嘅時間呢係真係耐嘅，咁所以呢，你要一堂講晒你嗰個 chapter 嘅嘢呢，大概75至90分鐘呢，我覺得係最好嘅時間。第3呢，就每堂清功課，係啊冇錯，你而家考緊嘅係5級樂理嘅考試，所以呢，你係要做翻1至3年嘅 past paper 係最少。咁你唔清 past paper 咧，咁其實你下堂呢係冇嘢問老師嘅，同埋老師亦都唔知你識唔識啦。所以其實真係想話要合格嘅話呢，其實係每一次你都要翻去做晒啲功課，係俾老師睇睇，同埋問翻啲你唔識嘅問題。第4呢，就要背熟音樂元素啦。咁其實呢，而家考緊1至5級嘅樂理呢，係考晒你所有樂器嘅樂理知識。所以有啲同學呢，都會話：哇，點解我要背咁多嘢㗎？咁其實就因為佢就要考晒你5級樂理嘅知識，先俾你上6至8級嘅術科考試啦。咁詳情你可以睇翻呢一張圖啦。咁之後我都會出一條片俾大家啦，話俾大家聽呢。其實你入到考場呢，你首先要寫低啲乜嘢？咁大概呢，就係呢幾個 music elements啦。如果呢可以做到晒以上嘅情況啦，咁我認為呢15至18堂嘅學習時間呢，其實都已經好足夠㗎啦。每年暑假呢，我都會有啲唔同樂器嘅學生嚟跟我學樂理嘅，咁佢哋大概呢就會用2個月時間啦，1星期呢就上到2堂，又好勤力咁操 past paper 喎，咁 merit 同埋 distinction 呢，佢哋都係冇問題嘅。最後呢，想講講呢，最重要就係嗰個考試時機啊，咁咧學完之後呢，其實真係有可能會好快就唔記得嘅，咁所以我建議呢，學完之後呢，大概1個月至2個月內呢，好盡快考咗佢啦。Hello，我係 Miss N，係一位唱作歌手、歌唱比賽評判，教授流行聲樂、流行同埋古典鋼琴同埋音樂理論。呢條係我第一條關於5級樂理嘅教學片，多謝大家收睇。而家只要 follow IG like 同埋 share 呢個 post， 留言我想線上問功課，咁我就會送大家2條5級樂理問題，記得 DM 我啦，預祝大家考試成功。